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今日想同大家講解下呢個西沙14鄉。咁呢度咧絕對係一個全新嘅地標啊！除咗咧有住宅之外啦，呢度仲有消閒、娛樂同埋運動啊！咁呢度將會打造成為香港嘅後花園。我見到身後咁多人，不如一齊過去睇下佢哋對呢個地方有咩感想先。呢位朋友，你覺得呢度嘅環境點樣啊？我覺得呢度環境好靚好新啊！背山面海，嚟緊九運嘅一個最非常好嘅地方。環境天氣亦都好好啦，空氣亦都好好啦，係啊！而家咁綠化咁休閒，但係又可以去到市區，咁短時間內可以去到市區嘅一個地方啦，咁係幾難得嘅。好正啊！呢度真係全部都綠草如茵啦，好好。心曠神怡啦，又有山又有海，冇得頂。好，聽完咁多位嘅意見之後呢，睇嚟大家對呢個地方都係非常之正面㗎。咁接住落嚟呢，我就會詳細講解下呢度究竟有啲咩特色，同埋會有啲咩設施，咁等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呢個地方嘅魅力啦。位於烏溪沙與西貢市中心之間呢，有一個令人期待嘅新地標啊！西沙14鄉項目已經隆重登場啦，而呢個項目呢，係唔單止集住宅啦、運動、商場及娛樂於一身，更加係未來生活嘅理想選擇啊！46棟住宅大廈提供大約9700伙單位啦，規模呢幾乎係等同於沙田第一城，令到你感受到繁華同埋便利啊！第1 A2 期將於喺2025年嘅第一季正式推出啦，涉及4座住宅大廈，提供大約781伙新單位，銷售進度如火如荼，非常之令人期待啊！發展商用心設計，打造出一個舒適現代嘅香港後花園，為居民提供更加理想嘅生活環境。想了解更多，示範單位位於九龍站 ICC， 歡迎你哋前來參觀啊，親身體驗呢個新嘅地標嘅魅力。最重要呢，項目嘅預計關鍵日期係今年嘅12月1號，留花期係非常之短嘅，對用家同埋投資者嚟講係極具吸引力㗎。對於呢個令人心動嘅項目，如果感興趣嘅朋友，不妨聯絡我哋嘅前線同事了解更加多嘅詳情，把握呢個入市機會啦。